2024年剩无几天，今年会当讲是全球的选举年，因为全世界有76个国家举办大选，选举的结果嘛影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，差不多40亿人。伫2024年的尾声，带乡亲做伙来关心这选举对国际上的民主路有啥物影响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戏剧化政治路，有影亲像一出电影共款。选举进前险啊，互人暗杀，只有耳仔破皮流血，结果选赢总统，成做美国历史上第2个连任失败、重新登去白宫的总统。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,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'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. Look what happened! Is this crazy? 也若伫美国边仔的墨西哥，嘛伫咧今年举行总统大选，而且选出200年来头一个查某总统。61岁选帮当选，观察家认为有科学家的背景，嘛有国际观，对墨西哥的政坛来讲有真重大的历史意义。 也若今年初洛西亚总统大选，普丁以超过87%的得票率继续第5任的任期，会当做到2030年。若准做到2030年，等于是减权30年。印度有将近10亿个选民，选举期间是1个半月，4月选到6月，选举的结果是现任的总理莫迪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。印度的隔壁孟加拉是伫年初办选举，独裁15年的总理哈西娜1月选调，8月就互民众留落台。目前暂时由诺贝尔得主穆罕默德·尤努斯领导政府。我们深深一鞠躬，谢谢所有台湾人民。 我们选择站在民主的这一边，这就是这场选战对全世界的意义。另外，咱台湾年初举办总统大选，影响到两岸局势发展。路透社评论这个结果是台湾民众用选票拒绝中国的展现。2024年全球选举年，全世界有76个国家举办大选，选举的结果影响到40亿人，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。2025年这个选举结果嘛继续影响政治和生活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